我敢打包票，在座各位10個有8個都係犯同一個錯，日日搏殺下錢，捱最夜嘅角，賺最辛苦嘅錢，到最後錢冇賺到幾多，身體先垮咗，脾氣變爆，夫妻感情淡咗，甚至連屋企嘅好運氣都被吸走晒。你哋以為係自己命唔好，運氣差，大錯特錯。問題根本唔喺別處，就喺你每日瞓覺嘅張床，就喺你床頭擺嘅那些破爛嘢。我哋香港人常講，人一世1/3嘅時間都喺床上度過，床頭呢個位置離你個腦最近，亦都係你全身氣場最薄弱、最容易被干擾嘅地方。喺風水角度，床頭係氣口，係我哋夜晚養精蓄銳、補充元氣嘅關鍵地方。你喺度放錯一樣嘢，就等於喺自己身邊安咗個偷能量嘅小偷。每一晚趁你瞓着毫無防備嘅時候，偷偷吸走你嘅精氣神，耗你嘅好運氣。日子耐咗，身體點會好？財運點會守得住？今日我唔繞彎子，唔講那些傳嘅廢話，實打實地同你哋爬一爬。床頭絕對唔可以放嘅8樣嘢，每一樣都戳中要害。你哋而家就 check 下自己屋企嘅床頭，有嘅話講緊搬走，唔好等身體垮咗、財運走咗先至追悔莫及。我做風水命理呢行差唔多30年，見過太多人因為唔識呢啲細節，毀咗家運、財運同健康運。今日就將壓箱底嘅乾貨拎出嚟，免費俾你哋避慳。聽得明嘅都係有緣人。第一樣，大尖大人嘅刀劍金屬利器，連那些細細嘅剪刀、修眉刀都算，全部要拎走。我知好多男仔中意收藏工藝刀、寶劍，覺得掛喺床頭好威威，仲話可以鎮宅，擺喺度好有面。我同你講，呢個想法真係大錯特錯，簡直係自尋死路，冇腦。喺風水角度，呢啲大尖大人嘅金屬利器本身就帶住一股肅殺之氣，冰冰冷冷，比冬天嘅西北風仲刺骨。你諗下，夜晚瞓覺嘅時候，全身汗毛孔都張開晒，戒心跌到最低，靈魂都係放鬆狀態。呢個時候，你個頭頂懸住一把冷冰冰嘅鐵家伙，那股肅殺之氣就好似針一樣，日日對着你個腦吉，對着你個氣場衝，日子耐咗點會有好結果？最直接嘅反應就係瞓唔好，要麼成晚翻來覆去，要麼成日發啲打打殺殺嘅惡夢，半夜驚醒一身冷汗，個心頻頻跳，再想瞓返就難如登天。而且呢股肅殺之氣會勾動你嘅心火，令你脾氣變得好暴躁，同屋企人講嘢冇3句就爆火，少少事就嘈到雞飛狗跳，夫妻不和，親子反目，全靠呢啲嘅搞砸。唔好覺得我危言聳聽，我見過一個客床頭掛咗一把裝飾寶劍，唔夠半年，夫妻日日嗌交，佢自己亦都變得易怒易躁，開車成日出小意外，生意一落千丈。去醫院檢查又冇咩大病，但係成日覺得唔舒服，冇精神。後來我叫佢將寶劍拎走，唔夠1個月，屋企氣氛就緩和咗，佢脾氣都收斂咗，生意亦都慢慢有起色。即係我再強調一句，唔單止係大嘅刀劍，就連細細嘅剪刀、修眉刀、指甲刀都唔好隨手丟喺枕頭底、床頭櫃度。呢啲細嘢雖然細，但係尖刃仲喺度，肅殺之氣冇少幾多，長期放喺床頭一樣耗你嘅精氣神，仲好容易唔小心刮傷自己，真係唔好給自己找麻煩。第二樣，睇起身靚靚但係冇根冇雲嘅假花、乾花，尤其係塑膠花，講緊丟咗佢。好多師奶圖方面覺得真花難養，要澆水施肥換盆好麻煩，就買幾盆假花乾花擺喺床頭櫃度，覺得5顏6色4季常開，可以令睡房變溫馨，仲唔使費心打理，一舉兩得。我同你講，你哋呢個做法就係將死氣搬入屋，將自己嘅好運氣、好感情都耽誤咗。風水最講究臟氣立運，最看重嘅就係生氣。我哋人係活嘅，需要嘅係生機勃勃嘅氣息，先至可以滋養氣場、旺運納福。但係假花、乾花，無論做得幾逼真、幾靚，都係死物，冇生命力，冇半點生氣，淨係得一股死氣沉沉嘅勁。你日日對着一盤死物瞓覺，身上嘅活氣、元氣都會被呢啲死氣慢慢傳染、慢慢消耗。日子耐咗，整個人都會變得冇精神、冇活力，成日冇精打采，好似霜打咗嘅茄子一樣。仲有一樣好要命，假花聚焦，虛情假意，最容易引爛桃花。如果你係單身，擺住假花，
好大機會遇到啲嘴甜但冇真心嘅人，專門呃財呃色，拍一次拖傷一次，始終遇唔到正緣。如果你已經結婚，擺住假花，夫妻感情會越來越淡。明明瞓喺同一張床，卻覺得心入面隔咗堵牆，各諗各嘅，甚至會有第三者介入，搞到家庭不和睦。呢啲都唔係我吹水，我見過太多這樣嘅例子。而且從健康角度講，假花大多係塑膠化纖做嘅，好容易積灰，產生靜電，或者細細嘅灰塵同靜電吸入鼻子、肺入面，日子耐咗，喉嚨乾、咳嗽、鼻炎呢啲小毛病都會找上門。乾花仲更離譜，好容易發霉，滋生細菌。尤其香港天氣潮濕，霉味會污染睡房空氣，影響瞓覺質量，真係弊大於利。有人話咁我擺真花總可以掛，可以，但要注意睡房入面嘅真花要揀啲唔會開花、冇香味、冇尖刺嘅，比如綠羅吊蘭呢啲花可以淨化空氣，又可以帶來新氣，仲唔會影響瞓覺。如果你連真花都懶得養，咁不如什麼都唔擺，都好過擺假花、乾花。唔好俾呢啲死物毀咗你嘅感情同健康。第三樣，各種神像、護身符、宗教擺件唔好放喺床頭，呢個係對神靈最大嘅不敬，只會截你嘅福。好多香港人都好迷信，覺得將佛像、財神、觀音同埋各種護身符擺喺床頭，可以離神靈近啲，求個平安，求個發財。甚至有人將呢啲嘢放喺枕頭底，覺得可以貼身保佑。我同你講，呢個唔係虔誠，係大不敬。非但求唔到保佑，仲會截你嘅福分，令你運勢越來越差。你哋好好諗下，睡房係咩地方？係我哋瞓覺、換衫，甚至夫妻親熱嘅地方，係最私密、最隨意，甚至有啲雜亂嘅地方。而神像、宗教擺件係清淨、莊嚴、神聖嘅，需要被恭敬對待。你將神聖嘅神像擺喺呢個雜亂私密嘅地方，就等於將貴客請去廁所，呢個唔係不敬係咩？從風水角度講，神靈嘅氣場好強，我哋普通人嘅小氣場根本壓唔住。你將佢擺喺床頭，夜晚瞓覺嘅時候，潛意識入面會覺得被人盯着、被人監視，會莫名緊張、焦慮，成日覺得自己做錯咗咩？日子耐咗會變得冇主見、冇魄力，遇到事就想依賴人，畏首畏尾，做咩都唔順利，運氣自然好唔到去邊。我見過一個客好迷信，將財神爺擺喺床頭，日日燒香供奉，結果生意越做越差，屋企日日嗌交，仲成日生病。後來我叫佢將財神爺搬去客廳正位，找一個乾淨、安靜、尊貴嘅地方供奉。唔夠半年，生意就有起色，屋企都和睦咗，身體亦都好咗好多。這裡我提醒一句，無論你信唔信宗教，只要屋企有神像、護身符，就唔好放喺睡房，更唔好放喺床頭。要擺就擺喺客廳或者專門嘅佛堂供奉室，俾佢一個乾淨莊嚴嘅位置，誠心供奉，先至係真正嘅虔誠，先至可以求到平安同發財。第四樣，又大又重、顏色黐黑嘅掛畫，尤其係猛虎、瀑布、深山老林嘅畫，講緊摘低佢。好多香港人中意喺床頭牆上掛畫，覺得可以裝飾睡房，提升格調，甚至有人覺得掛猛虎下山圖、瀑布圖可以鎮宅招財。我同你講，呢個想法係錯嘅。呢啲掛畫唔係裝飾，係喺你床頭掛咗一團煞氣，吸你嘅財運，耗你嘅健康。先唔講風水，單講實際，一幅又大又重、畫框又厚嘅掛畫懸喺你個頭頂，夜晚瞓覺嘅時候，你潛意識入面會擔心佢跌落嚟，砸到自己個頭。呢種細微嘅焦慮會令你成晚都處於淺睡眠狀態，睇起身瞓咗8個鐘，其實根本冇休息好，起身之後仲係好攰，冇精神。從風水角度講，床頭掛畫講究輕小淡，最忌重大暗。一些顏色黐黑、色調壓抑嘅掛畫，比如深山老林、烏雲密布、波濤洶湧嘅大海，就好似一團黑雲罩喺你個頭頂，會吸走你嘅好運氣、好氣場，令你變得越來越悲觀消極，做咩都提不起勁，甚至會抑鬱焦慮。仲有更忌諱嘅掛猛虎、老鷹、獅子呢啲猛獸嘅畫，佢哋嘅氣勢好兇猛，而且都係向下衝嘅，喺風水上叫殺氣衝頂，會沖散你嘅財氣福氣，令你領錢難、守財更難，甚至會有意外之災。仲有瀑布圖，
水流向下，呢個叫財水外流。你辛辛苦苦嘅錢都會好似瀑布一樣流走，存唔住一分一毫，越努力越窮。我再強調一句，床頭最好留白，什麼都唔擺，乾淨清爽，最利氣場，最利瞓覺。如果真係想掛，就掛一幅細細嘅顏色清淡嘅畫，比如小朵荷花，簡單嘅山水畫。畫框要輕便，顏色要柔和，這樣先至可以滋養氣場，旺運納福。唔好再掛那些又大又重、顏色黐黑嘅掛畫，自欺欺人。第五樣，所謂嘅招財吉祥物，比如大金蠶、貔貅、招財貓，唔好放喺床頭，越放越窮。好多香港人做生意想享多啲錢，就覺得將大金蠶、貔貅呢啲招財吉祥物放喺離自己最近嘅床頭，可以貼身招財聚財。我同你講，呢個係風水大忌，呢啲嘢不但招唔到財，仲會吸走你嘅精氣神，令你越放越窮。你哋唔知大金蠶、貔貅呢啲吉祥物喺風水上屬於萬獸類法器，佢哋嘅作用係去外面吞財，化煞係對外嘅，唔係對內嘅。你將佢哋放喺床頭，離你個嘴個鼻咁近，佢哋對外嘅煞氣會直接對着你，非但招唔到外面嘅財，仲會吸走你身上嘅元氣精氣神，令你每日起身都頭重腳輕，冇精神，好似人打咗一餐咁。尤其係大金蠶，風水上講究金蠶吞氣，佢靠個嘴吞氣嚟招財。你夜晚瞓覺，呼出嘅廢氣、濁氣，全被佢吞咗，喺入面轉一圈再吐出嚟，你又吸返入肚。喺風水上叫靈氣受損，喺科學上就係空氣唔衛生，日子耐咗身體自然會變差。仲有呢啲招財吉祥物，擺放位置好有講究，一旦放錯，唔單止唔招財，仲會破財。比如大金蠶，個嘴要對着門口，對着窗，先至可以吞外面嘅財。如果個嘴對着床，對着你，呢個叫財氣沖人。你不但賺唔到錢，仲會因為生病、意外事故不斷花冤枉錢，越花越多，最後竹籃打水一場空。我見過一個做生意嘅客，為咗招財，喺床頭放咗一個大金蠶，結果生意冇起色，仲成日生病，使咗好多醫藥費。後來我叫佢將金蠶搬去客廳明財位，擺正確位置，唔夠3個月，生意就有好轉，亦都唔使成日生病咗。所以話招財吉祥物唔係隨便擺嘅，更唔可以放喺床頭。第六樣，來歷不明嘅古董老舊物件唔好放喺床頭，呢個係請陰氣返屋企。而家好多香港人中意收藏老嘢，覺得古董老舊物件有文化底蘊，有收藏價值，就擺喺床頭，覺得好有品位。我同你講，呢個做法好危險，你係喺給自己請陰氣返屋企，拿自己嘅健康同運勢開玩笑。你諗下，一件古董，一個老舊物件，傳咗幾百年、幾十年，經過幾多個人嘅手，上面附帶咗幾多亂七八糟嘅信息，尤其係那些家道中落先至變賣嘅嘢，或者地底挖出來嘅陪葬品，上面嘅陰氣重到嚇人，全係死人嘅氣息、衰敗嘅氣息。你將呢啲嘢放喺床頭，就等於請咗一個陌生人嘅靈魂，日日陪你瞓覺，諗起都覺得後尾枕發涼。有人話我呢個古董係正規渠道買嘅，唔係陪葬品，冇問題啩？有問題。無論係咪陪葬品，只要係來歷不明，經過好多人轉手嘅老舊物件，上面嘅氣場就好雜亂，陰氣亦都好重。我哋日間陽氣盛，仲可以壓住呢股陰氣，但係到咗深夜，我哋嘅陽氣收斂，呢股陰氣就會活躍起身，干擾你個腦，干擾你個氣場，令你成日發啲稀奇古怪嘅夢，夢見唔識嘅屋、唔識嘅人，半夜驚醒一身冷汗，精神恍惚。日子耐咗，你嘅抵抗力會變得好差，成日感冒發燒，整個人看起來陰陰沉沉，冇半點精氣神。好運氣最中意陽光開朗、氣場乾淨嘅人。呢種陰森森嘅環境、雜亂嘅氣場，只會將你嘅財運福氣擋喺門外，令你做咩都唔順利。這裡我提醒一句，唔係所有老舊物件都唔可以擺。如果你有祖傳嘅、有明確來歷而且氣場乾淨嘅老舊物件，可以擺喺客廳陽氣盛嘅地方，但係絕對唔可以擺喺床頭。唔好給自己添堵耗運勢。那些來歷不明嘅古董老舊物件，講緊丟咗或者賣咗，俾佢哋害咗自己同屋企人。第七樣，鏡子，尤其係正對着床嘅
穿衣鏡、床頭櫃上嘅化妝鏡趕緊搬走或者蓋住佢。呢一樣好多香港人都知道，但係好多人都唔在意，覺得鏡子對着床，出門前照鏡方便，床頭櫃放個化妝鏡，化妝補妝方便，冇咩大不了。我同你講，呢個係最容易被忽視，亦都最傷你嘅一樣嘢。鏡子喺風水上係雙刃劍，用得好可以化煞，用得唔好會毀你嘅健康、感情同運勢。風水上，鏡子嘅主要功能係反射，可以反射氣場、反射煞氣，亦都係反射你嘅元氣。你夜晚瞓覺嘅時候，靈魂要休息，氣場要滋養，呢個時候如果有一面鏡子正對着你，你嘅元氣、你嘅氣場就會被鏡子反射嚟、反射去，形成不斷嘅拉扯，就好似有人喺夜晚一直扯住你嘅靈魂，令你冇辦法好好休息。呢個就係點解好多人睇起身瞓咗好多覺，但係起身之後依然好攰，眼皮都抬唔起，渾身酸痛冇精神，因為你嘅元氣喺夜晚被鏡子折騰散咗，根本冇得到滋養，反而被消耗咗。仲有半夜起身去廁所迷迷糊糊嘅時候，萬一睇到鏡子入面有個黑影，肯定會嚇一大跳。呢一刻非同小可，會將你嘅膽氣嚇破，令你變得膽小怕事，冇魄力。做生意唔敢闖，遇到事唔敢擔當，運勢自然好唔到去邊。仲有一樣好要命，喺夫妻睡房入面，鏡子對着床會形成多一個人嘅假象，喺風水上叫第三者煞，好容易引外人介入你哋嘅感情，令夫妻之間產生矛盾，互相猜忌，最後感情破裂，甚至離婚。我見過太多這樣嘅例子。聽我一句勸，趕緊將正對着床嘅穿衣鏡搬走，搬去客廳或者廁所。床頭櫃上嘅化妝鏡，夜晚瞓覺前一定要用一塊顏色素淨嘅布蓋實佢，唔好俾佢對着你瞓覺嘅地方。呢個小小嘅舉動就可以保住你嘅元氣、感情同運勢，唔好覺得麻煩。第8樣，老祖宗嘅牌位唔好放喺床頭，呢個唔係盡孝，係害自己擾祖先。好多香港人好孝順，覺得將先人的牌位放喺床頭，可以日日睇住，日日祭拜，係盡孝心，想讓祖先一直陪住自己。呢種心情我明白，但係做法完全錯。呢個唔係盡孝，係喺驚擾祖先，亦都係喺害自己。風水上最講究陰陽有別，呢個係天地間嘅大道理，唔可以違背。先人已經往生，屬於陰性，而我哋活着嘅人需要嘅係陽氣，需要嘅係充滿生機嘅氣場。你將屬於陰性嘅牌位放喺你最私密、最需要陽氣滋養嘅床頭，就等於將陰氣直接引入你嘅休息空間，令你嘅陽氣被陰氣壓制，日子耐咗，身體會越來越差，成日生病，做咩都慢半拍，提不起勁，而且你會發現，明明眼看就要成功嘅事情，最後總會莫名其妙地黃咗。明明可以演到嘅錢，最後都會飛走。呢個就係因為你嘅陽氣被壓制，氣場唔順，運氣自然好唔到去邊。仲有睡房係瞓覺親熱嘅地方，充滿咗濁氣。你將祖先嘅牌位放喺呢個地方，係對祖先嘅一種驚擾。祖先唔安，後輩嘅運勢又點會順暢？真正嘅盡孝唔係將牌位放喺床頭日日睇住，而係給祖先一個乾淨安靜尊貴嘅位置，誠心祭拜。正確嘅做法係將牌位請去客廳最尊貴最安靜嘅地方，或者專門嘅供奉室，日日或者早晚一炷香，誠心祭拜，讓祖先安心，這樣祖先先至會保佑後輩，家運先至會興旺，財運先至會亨通。我見過一個客因為孝順，將父母嘅牌位放喺床頭，結果自己成日生病，事業不順，屋企亦都雞犬不寧。後來我叫佢將牌位搬去客廳供奉，唔夠半年身體好咗，事業亦都有起色，屋企亦都和睦咗好多。所以話盡孝要講方法，唔好做錯咗，反而害咗自己同屋企人。講咗咁多，其實床頭呢個細地方看似不起眼，但係就藏住你嘅健康、財運同感情運，藏住你一世嘅好運氣。人一世拼到最後，拼嘅唔係你有幾多錢、有多大權力，而係拼你嘅身體好不好、精神足不足。如果你而家瞓唔好，身體總出小毛病，財運一直走下坡路，夫妻感情不和睦，嗱，聽我一句勸，今晚翻去就好好清理下你嘅床頭，將呢8樣嘢通通搬走，丟咗，唔好覺得可惜。你丟嘅唔係寶貝，
係消耗你精氣神，給你好運氣嘅。垃圾你換返嚟嘅係你嘅健康、財運同一輩子嘅好運氣。床頭乾淨咗，氣場就順咗，氣場順咗，身體就好咗，身體好咗，財運就嚟咗，財運嚟咗，屋企就和睦咗。呢個就係風水嘅道理，簡單實在，唔講那些傳唔傳嘅廢話。我做風水命理呢行差唔多30年，見過太多人因為唔識呢啲細節，毀咗自己嘅家運、財運同健康，亦都見過太多人聽咗我嘅建議，清理床頭、調整氣場之後，身體好咗，財運旺咗，家庭和睦咗。今日將呢啲壓箱底嘅乾貨免費分享俾你哋，就係希望你哋可以避開呢啲坑，擁有好身體、好財運、和睦嘅家庭。最後我再叮囑一句，床頭講究乾淨清爽，陽氣足，唔好亂擺嘢，唔好給自己添堵，好運勢。而家就去睇下你屋企嘅床頭有冇呢8樣嘢，有就趕緊搬走，唔好等來不及咗先至追悔莫及。亦都歡迎大家喺評論區寫下床位大吉，給自己許個願，願大家都可以有好瞓覺，瞓出好身體，瞓出大財運，一世順順利利，平平安安。